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青春拖无通，夏至啊，毋过心还会寒；秋分啊，毋过还听到蝉仔声。饭仔叶开甲红红红，较找嘛找无旧年迄一丛。梅花飘飘然，飞飞飞，为君下甲红红红，接袂着你送的花香，一冬又搁走去藏。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伊所带来《青春拖无通》。所以今日邀请韩文老师来为咱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这首《青春拖无通》最主要是咧讲。这个青春代表着咱的岁月啦，嘛是咧讲时间过甲真紧啦，你感叹时间咧过真无情，嘛有咧怀念过去，比如讲，遮咧讲夏至啊，毋过心还会寒。照你讲，夏至是上热的时阵，先怎心还会寒？就是讲都冬天的时足寒嘛，先怎念起夏至啊，这时间过甲真紧啦，心还会寒，嘛还佫有另外一个含义，伊的心呢无感觉温暖，所以心还会寒。秋分啊，毋过还听到蝉仔声。秋分的时，照你讲，蝉仔声上大声。上嗷叫，蝉仔上嗷叫是伫即个热天嘛？伊秋分还听到蝉仔声，嘛是咧感叹时间过甲足紧足紧。饭仔叶开甲红红红，较找嘛找无旧年迄一丛，是咧讲啥？都旧年。和某咪人来看饭仔叶，和伊心爱的人来看饭仔叶。今年来看，人无共啊，所看的饭仔叶嘛感觉无共款，找无旧年迄一丛。真正无旧年迄一丛吗？敢是安尼？代表讲，和旧年来看迄个人来看的饭仔叶无共款。人无共款，心境嘛无共款，所以看起来饭仔叶袂输，毋是旧年遐的饭仔叶，这是咧怀念过去，怀念过去迄个景，迄个情。梅花飘飘然，飞飞飞，来到寒天啊，所以梅花咧飞。为今下甲红红红，旧年迄个人无做伙来看，所以代表呢，感觉特别寒，特别冷，所以为今下甲足暗的嘛是还阁足寒的。
梅花咧飞，伊接袂着你送的花香。这个梅花咧飞是真香，啊，毋过呢，人无共款啊，所以伊毋但接袂着梅花的花香，嘛接袂着爱人仔送伊的花香。岁月过了真紧，咱就甲讲时间拖无通。围巾下甲安安安，天下命字部，在一个害怕的害命字部害怕的害，叫做下。啊，这个下什么意思？比如讲，咱咧下围巾，咱咧下有丝裙啊，有丝裙啊，就是妈妈咧煮饭，咧下迄种围裙，啊，甲伊绑咧，甲伊绑起来，安尼叫做下。咱妈妈要煮饭的是下有丝裙啊，伊是爱甲绑起来，啊，咱若下围巾，是嘛是围巾有甲绑起来，这叫做下，毋若是围起来，佫会甲绑起来，安尼叫做下。韩婉老师这首诗内底有写到饭仔叶，饭仔树是非常受人喜爱的树木。算入去，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饭仔树的特色。咱一般看到的有两种树啊，叫做枫香，一种叫做清风。咱会听到外面拢讲三本五树，啊，为什么会叫做三本五树？就是咱若是枫香，伊就有三粒，粒做三叶三片；啊，若是即个五树，就是讲即个清风，伊就是有五片。好，啊，即安尼咱就较好去甲伊分别。一般咱若是讲饭仔树啊，甲即个清风、即个竹树有啥物差别？就是若是饭仔树的话，伊的高度会较悬，然后伊的丛看起来树皮会较暗，而且伊表面迄个骨，敢若咱的皮肤足粗的安尼，啊，了啊有裂痕。啊，若是即个竹树的话，伊就比较较低，但是咱若甲看伊迄个树枝，伊就是较骨，然后较翠绿色的色，就是讲较青色就对。但是伊树皮若是伫咧伊的生长过程，伊共款嘛是会变一点灰褐色，就讲安尼朴朴的色就对啊。啊，即个枫香咱所看到的，伊会粒做三粒，或者是五粒，啊嘛是一半摆啊，咱会看到一粒至两粒啊，你若是清风，就是即个竹树，伊会看到五粒至七粒，啊，伊会参像一个倒三角形。啊，咱若是饭仔树，咱看到的，伊无即个花，伊的花就是咱一般若是甲伊要开花，差不多3、4月的时阵开花，伊就会参像讲，敢若会看到一撮一撮黄颜黄颜，毋是像咱一般开花的色啊，但是伊的果就是做成海胆安尼，看起来做成海胆啊，真古锥。啊，你若是讲竹树清风伊就是伊的果实，就是做成咱有色安尼，敢若蝴蝶会当飞落来迄种感觉啊。但是伊的色实际上，咱若远远看起来，伊就是伫咧树仔顶，敢若叶仔共款梅花飘飘然，飞飞飞，为君下甲安安安，接袂着你送的花香，一冬又搁走去藏。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关秀萍小姐主题讲解，
吴家芬老师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个继续空中再会。